领队、领队，还有总裁，大家好，各位媒体大家好。我是今年的2021的队长，然后我是郭英文。我希望今年就是大家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，然后不管你面对什么困难，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，赢好，就是打好每一场球赛。当然大家都希望总冠军，但冠军只有一个。我们只希望把每一场球赛打好，然后赢下每一场球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真的不要受伤。第一年我到桃园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让各位感受到桃园拥有这一支球队为荣。我们都疯狂地爱上了他，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。拉米狗总是在小小城堡，你和我忍不住跟随他，让我们灿烂的胜利火花。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。桃园最强，拉米狗全心全意支持他，加油吧，呐喊吧，是好的有多爱他，胜利吧，冠军吧，勇往直前不要怕，要把冠军带回家。拉米狗总留下他的潇洒，决心要把冠军带回家，让我们灿烂的胜利火花。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，拉米狗就是我们的家，拉米狗就是我们。欢迎胡伟忠、黄总教练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记得第一年我到桃园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说我一定会非常努力，让各位感受到桃园拥有这一支球队为荣。我不敢说我100%做到，我以目前的现况，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已经接近让所有的球迷都感到满意的成绩。再过来我要讲的是，我们球队也非常的幸运跟幸福，在全台湾4支棒球队里面，有哪一支球队跟市长的见面次数这么多，距离这么近？而且全心全意的在帮这一支球队，让它更强、更壮、更好。在这里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我知道这支球队即将换另外一个公司，我不知道新的公司未来怎么做，怎么样，搞不好我不晓得。但是我只知道旧公司对我们全心全意的照顾很棒。30年年度总冠军，拉米狗桃园队。